1號戰術啦。咁啊，1號啊，2號啊，3號啊，4號啊，5號啊。假設1號 keep 波，1號傳波俾3號啦。5號升上嚟罰球左邊啦，4號走過去5號嘅位置啦。4、5號係同時走動啦，5號走上去罰球線，舉高手啦，最好方便傳波俾你嘛。咁3號就可以傳波俾5號啦，或者傳波俾底線嘅4號啦。咁如果3號傳唔到波俾4、5號位點算啊？咁其實3號可以回傳翻俾1號嘅。咁4、5號位就要平移啦。咁啊，可能咁樣去咧，跟住褪咯，跟住個方向褪咯。咁如果1號有傳波俾2號嘅時候，咁又跟住褪過去啦。咁如果唔得有傳翻俾1號，咁就照褪咯。咁假設如果呢邊2號有傳覺得可以打入去嘅，咁就傳波俾呢個5號位啦，或者傳波俾翻呢個4號位啦，就係咁啦，1號戰術。